ChatGPT 很出名爆红的聊天机器人、大型语言模型，可以帮忙写论文写程式很厉害回答问题、做图片、做影片，还有创作音乐等等好多种。然后有手机版，眼见杂志报道说有那个手机版。你看搜寻 ChatGPT， 有人已经搜寻了中文版。你看这里有 ChatGPT， 这里有看到2个了，但是人家下载过了说要收钱呢。你看进入画面还未试用，就先提示收费，要收钱呢。你看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呢，你看要付出代价的嘞。好的东西要收钱的，还没有用就要提醒要收费了。ChatGPT 看人家的评论，你看你看这个评论更差，你看怕诈骗程式，生气的说那是诈骗程式。